刚才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去到成功岭看菜鸟兵仔练武训练，了解国军骑枪走鬼、正常救护、空间战斗等等训练的状况，嘛亲自颁发加菜金勉励国军。向前推进，并以哨音示意敌警戒部队。行进的时阵，发现不明敌人挖进，赶紧就地找阿虎转换组倒的方式射击应敌。手过无细字，去互榴弹击到，伤兵虽实施自救，用指挥大处理伤势，都继续投入战斗。确认敌方位置了后，小队交插阿虎向前，用火力压制敌人。进入建筑物这种限制性空间，超找肃清，第一要务就是找到生存者，若是发现有伤者，爱随救援。互相阿虎甲伤者快速带离战场，完成任务。第27免的军校毕业生了后，总统赖清德日备由国防部长顾立雄陪伴，国到台中成功岭指导新兵入伍训练，就是希望国军训练会当为地基拍在。免的官兵精实训练，赖总统特别颁发加菜金，慰劳国军兄弟。天气热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哈。我刚刚看你们的操练啊。不管是持枪走位、战伤救护，或是限制空间的战斗，整个都训练得很好，我给予最高的肯定。由民转军的新兵，除了爱适应身份转换，还阁透过入伍训练，熟悉各项基础战斗技巧。身为三军统帅的赖清德亲身指导，希望会当鼓励新兵，予因更加紧融入军中生活，为国军良能加添茶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